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9，箴言11章27到28节安尼讲：出力最好，为得到恩惠；追求邪恶，为拄到财厄。我靠家己的钱财，为跋倒失败；义人为兴旺，亲像青翠的树叶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无靠家己，尽力做好，就会兴旺，亲像青翠的树叶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全知的上帝，你的慈爱无穷尽，你的信实到万代，你用丰盛的恩典扶持阮，用无尽的怜悯也看阮，应听因带阮行伫正直的路。主啊，阮感谢你保守阮平安，带领阮经历你奇妙的恩典。愿一切荣耀甲懊恼，拢归伫你的名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有追求良善的心，帮助阮尽力来行好，远离邪恶歹代，互阮无倚靠家己的钱财甲才调，单单用谦卑甲感恩的心来倚靠你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的性命，亲像树叶连伫你活命的源头，亲像树栽伫溪水边，照时结果子，叶也兴旺来青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